这个柬埔寨的诈骗案，即马当伫红火头，而这个敏感的时刻，军这种的耍笑实在是真欠拍。南投埔里一间冰店，员工发现，才拄啊食冰食了，离开的6个男女，这个桌顶留卫生纸，面顶写化救人的讯号 SOS， 搁来写柬埔寨等等的字样。这时候，这员工看一个拢烦恼起来，就惊甲人蛇有关系，马上来报警。警方嘛随来追查，结果发现原来是其中一个查囡仔伫滚耍笑写的，实在是真无法度。结局就是警方用社会秩序维护法，甲这个查囡仔移送法办。卫生纸用红白写2个 SOS 救救大号，搁写柬埔寨蓝派等等的字。这张卫生纸出现伫南投埔里的冰店内底。因为刚好柬埔寨的事情就是也很热闹啊，我们想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事情？头家娘发现了后，问员工，确定这张纸是一阵少年人食煞了后留落的，互伊搁较紧张。因为这6个少年人内底有5个拢是查囡仔。是担心，因为都是女孩子嘛。对。我们想说担心是不是说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侄女在台北当警察。对。所以他今天给我们报警的时候，我们就报警这样。警到场查到这群人是对高雄来埔里佚佗，查到因的租车车牌顺线追踪，真无简单找到人，毋过因讲是咧公生笑。本分局20时随即在新林路寻获该6人，等带回厘清，经查为25岁李姓女子，因讨论时事写下戏谑的字条。虽然事后知影只是咧讲耍笑，不过这张卫生纸讲耍笑实在讲伤过头，互店员佮有头家娘、员警拢惊到。警上尾又是依照违反社会法，甲写下2条的25岁姓李的小姐移送法办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